如时间又长，吸差不多的付唔到的，差不多要来不及了。比方说要去火车头让的门，躺好了，抢门火车头让的去，抢门火车头让的去，抢门火车头让的去。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去看看怎么用。来去，抢门火车头让的去。喂，盛伟啊，是我雨儿啦。雨儿啊，干嘛？想要请你天数帮忙一下。天数帮忙一下。哦，你现在一定又在外面哦。我知道你一定又冲岔路迷路了哈。厦门火车头用的去，请问火车站怎么走啊？火车站用的去哦，火车站怎么去？你现在在哪？哦，我现在在我们上次一起吃饭的餐厅富圈附近。在我们上次吃饭那个餐厅富圈附近，那离火车站很近啊。啊，你有没有带上次我给你那张地图啊？俺没带地图，我没有带地图啊，这样我就不用问你啦。啊，你没有带地图哦？虽然很近，可是这附近的路还蛮复杂的。在电话里讲，又怕你唐姆斯听不懂哎。哦，对啊，而且我是大路痴，你在电话里面讲的话，我一定唐姆斯听不懂的啦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一个好办法了，坐机场查坐计程车啦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子喽。复习时间，帮忙天数迷路冲岔路。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抢门火车头让的去，抢门火车头让的去。附近夫圈地图听不懂，唐唔识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分享大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